救国近日再度爆出住家遭侵扰的新闻。据警察调查，一名50多岁的日本女性被控于11月中多次在她位于龙山区的公寓按门锁，涉嫌住宅侵入未遂。对此，警方已确认她身份，并将透过田救国本人的调查厘清后续事实，是否已返回日本则尚未明朗。而私生入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早在今年6月，她刚退伍不久，一名30多岁中国籍女子多次输入她家门锁密码。8月则发生一名40多岁韩籍女子从地下停车场闯入，最终被警方逮捕。之前救国便曾在直播中亲自回应，愤怒表示自己从家中 CCTV 看到有人闯入，他说如果你来我会把你锁住，证据都录下来了，如果你不想被带去警察局就别来。如今又多加一起让粉丝们对救国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心，在1年内连续发生3起侵扰事件，引起粉丝忧心，也再次凸显艺人个人隐私与安全的重要性。